身去往前走，漫无目的的彼此说说，迷惑了双到底是不是一场空？盲目的奔跑，追寻自由，羡慕着孩子纯真笑容，坚持飞机中更前降落，忽然回首，望着飞机飞上天空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重要的地方，不管你来到这里的初衷是什么，今晚我们喊起来！见我们的三阳哥好不好？啊呀！
那个 somebody 有翻阅，可以帮我讲话一下，我先绑头发。